卫福部台南病院为了发展优质甲便利的长期照护医疗服务，伫去年底开办大院整合照护服务的计划，执行大院友善的共同照护服务。除了原有的社区长期照护服务，今年更加新办东区社区整合型的服务中心 A 级的据点，希望成为医疗体系中整合多元在地资源的典范。今天这个主要的是我们的 A 据点。那我们知道长照有 A、B、C， 那 A 据点就是一个很关键的，它主要的是在针对东区的长照的一些个管的一些服务这样子。那经过 A 之后，它会把它的资源分配到 B、C 据点，让我们全国的，尤其是针对东区，它的照顾品质会更好。那这个是由我们台南市社会局来允许，就是承认我们可以承办这件事情，这是国家长照政策里面很重要的一环。那台南医院很荣幸有机会继续承担在台南市东区的服务。这个地点相当的不容易，因为它就在社区里面。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台南医院能够深入配合社会局的政策，然后深入社区，来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据点，来到关怀我们社区的民众。那尤其也在这里还要再感谢我们的德光教会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据点。那我相信在三方多方的努力之下，我们的长照服务一定能够深入社区，然后提供服务最需要协助的长者的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健康的照顾。目前东区社区整合型的服务中心据点就设伫德光教会。台南病院将派驻2名专任的个管师，主动提供出院衔接长照 2.0 的服务，包括居家的护龄、营养照护等专业的服务。未来嘛将甲德光爱心会据点来合作，定期举办各项的预防、甲延缓失灵等课程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